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產。這回恒大是真的徹底清盤啊！21世紀經濟報道8月21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網信息網發布公告稱，該院就廣州中院已裁定受理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破產清算一案。這個曾經高負債、高槓桿、高周轉地產巨無霸難逃被市場淘汰的終局。根據公開信息，恒大地產集團是中國恒大集團，也就是中國恒大這個就是從那個港交所退市的，也在清盤的紅籌架構下境內房地產業務的總實體平台。我給大家解釋一下就是我們老說的中國恒大，它是在香港上市的。那麼許老闆在香港上市有3個企業，一個是中國恒大，一個是恒大汽車，一個是恒大物業。那麼中國恒大應該是主要的一個資本平台，然後中國恒大有這個恒大汽車的股份，也有恒大物業的股份。對，你可以近似的看這個理解成就是中國恒大是恒大汽車和恒大物業的大股東，就可以近似這麼理解吧。那麼這些在香港上市的是一回事，在內地經營的實體實際上是以恒大地產集團這是它的在內地經營的實體，在內地的這是兩碼事它是叫紅籌股架構。那麼2025年8月上市16年的中國恒大被香港聯交所除牌退市，1年後恒大地產集團被廣州中院裁定破產清算。有業內人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指出，中國恒大地產集團走向破產是一個必然的結局。這業內人士是誰我可是2021年9月恒大一爆雷我就說了，恒大最終是破產清算，而且我當時都說了時間大概要4-5年，也就是保交樓結束以後就要破產清算。那現在正好5年，4年多5年，宣布恒大破產清算。這個破產清算不是重整，重整說恒大還在，只是老闆換了，許老闆登縫紉機，張老闆來，王老闆來這回不那麼麻煩了，直接就沒了，解散，以後就沒有恒大這個名字了，主體被註銷了，散夥，把家當再清點一下，對吧？欠外面多少錢還一還，最後就沒了，這叫破產清算。市場對此早有預期。而作為整個恒大體系內最具標誌性的一家公司，其破產清算也意味着恒大集團的債務清算在加速。這個我們以前還說過我說恒大一定是整體破產，也不可能存在說這塊破那塊不破留着，不會的一定是整體破產。就是恒大有好幾千家公司那下面的子公司、孙公司錯綜複雜，反正見一個破一個全部拉到一起，叫整體破產，斬草除根。恒大地產集團最後一份公開的債權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合併報表範圍內總資產 1.47 萬億，總負債高達 1.83 萬億。審計師對其2022年度的財報出具了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並認為恒大地產集團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目前恒大地產集團不僅嚴重資不抵債，不能清償到期債務，而且不具備繼續經營的可能性，沒有盤活重整的價值，符合破產清算法定條件。更為緊迫的是，利息、罰息、違約金不斷疊加，風險敞口持續加大。進入破產清算程序後，可以固化債務規模，有利於最大程度保障各類債權人合法權益。恒大地產集團的債務規模巨大，涉及債權人眾多，通過破產清算程序，可以將各地大量尚未審結的訴訟執行案件納入破產程序統一處理。就是廣州中院宣布恒大破產，那麼所有跟恒大有關的案件都終止，然後移送到廣州中院一把處理。要不然你在那邊打官司有什麼用？人家這邊把這個企業都沒了，對不對？你再打官司打贏了找誰去所以所有的案子都一把送到廣州中院，所有的查封凍結，所有的只要沒有執行的，統統的移送
廣州中院處置分配財產，依法保障全體債權人的公平受償權益。一位業內人士指出進入破產清算程序後，將依法開展債權申報及審查、財產調查、資產追收等工作。債權人可以依法申報債權，並通過在家參加債權人會議行使知情權和表決權，依法有序公平受償。這玩意那就是走個過場了啊！因為他破產財產，他一統計完之後，按照這個受償順序先，對吧？公益債權，在這個什麼職工債權，在國家稅收，在什麼這個承建商那個建築那個工程款什麼墊資之類的還有買房的業主那個錢，這個都是有優先級的後面就是普通債權，普通債權什麼？供應商的貨款你那個什麼你借錢給他的，你的什麼理財然後這個票等等統統的都是普通債權。普通債權等人家前面優先債權吃完以後，剩下的三瓜兩棗給普通債權。所以這個21世紀說了這不是我說的，說上述人士同時指出，恆大地產集團及上萬宗被執行案件執行金額體現了沉重的債務兌付壓力，而大量中本案件記錄則表明償債資源極其有限，就是破產財產極其有限進入破產清算程序後，資產變現價值取決於市場情況，實際清償率可能極低這是21世紀經濟報報道的，清償率能達到1%，那就很不錯了。一般的企業破產清算都這樣普通債權清償率好的能達到5%，普通的達到3%，那像恆大這種，我估計1%吧。徐老闆本人按照昨天判決應該是把牢底坐穿，正應了那句話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辛辛苦苦為誰忙，對吧？生不來的帶來的，死不帶走的，這樣徹底清算清算了就他名下沒有1毛錢，只有債以後就是他還是欠着錢的。有很多人不了解他是個人沒有破產這一說所以最後沒有清償完的債都還是徐老闆自己背着的。所以對債權人來說這就是一個結局就是說法院給你一個判決，到時候給你一個裁定你恆大欠你10個億，最後就給你100萬，就了了。你拿着這個判決這個裁定回去作戰去吧，審計會認的，該計提壞賬計提壞賬，對吧？這個很多銀行就要這玩意法院的一紙裁決要不然他沒法弄，對不對？没法下賬。這法院一裁決你這個銀行借給恆大3.8個億，現在回來只有3萬8，那就3萬8認了吧，對吧？這個是法院判決的裁決的，不是誰說的，对不对？法院裁定，对吧？實際上這個我一直說恆大清盤這是非常有必要的，越快越好雖然現在破產清算已經進入程序，但我估計快的話也要半年到1年吧，整個的破產完。因為它恆大下面的那些財產是吧，太千頭萬緒，廣州中院得請好幾家大的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就破產它不是法院去破產，是法院裁定完了之後，這個清償小組或者叫破產管理人叫破產管理人，他一般的就是搖號在廣州中院搖號抽一個律師事務所或者是會計師事務所，或者是兩個組成一個聯合體也有可能然後成立叫破產管理人。這個管理人幹啥呢？一個接收別人的申報債權，恆大欠你多少錢，你來報，拿着你的證據來登記。他這個有要求的他一般公告發出去1個月之內來登記，如果1個月之內不登記，那就沒了人不理你，1個月或者2個月反正人家看公告。然後剩下的幹什麼呢？他就是到處梳理財產就是翻箱倒櫃看看恆大還有哪些資產還沒處置的，他還拿到手上來處置變現，對吧？是地是爛尾樓還是什麼商場還是轎車這些東西都拿來一变賣。還有股權呢，恆大是不是還持有哪些公司的股權？他不是大股東，对不对？不是控股，他投資了，這股權也要变賣。還有別人欠恆大的錢呢，你千萬別搞錯了，不光恆大欠別人錢，還有人欠恆大錢，對吧？這個錢要追回來，
所以這個時間就比較長啊，我估計要1年吧。回來之後再按照這個債務的優先順序來清償。那麼這個事情越早搞完越好，為什麼呢？就是我們說的啊，因為他這個恒大一旦清償完畢，对吧？什麼恒大欠你1個億的，你就回去吧，你回去自己清，回去自己如果扛得住你就往下扛，扛不住了你也破產吧，对吧？你欠別人8000萬，恒大欠你1個億，你現在就拿回來100萬，拿着吧，舉着，你回去這100萬能解決問題就解決不了問題，那你自己也破產算了，這樣是不是？從這個恒大源頭開始，下面很多企業都要破產，所以說恒大破產是開始，對吧？因為它是源頭啊，他欠了2萬億啊，現在這2萬億滾一滾不知道多少了啊，這2萬億都最後變成能有多少億呢？裡面至少1萬多億就灰飛煙滅，就清零沒了。那這1萬多億是誰的？就我們老說買單，就這意思。這1萬多億到底是誰的呢？沒了啊，清零。那實際上就是他的供應商下面的這些普通債權人，他們的好多应收賬款就清零了，哎，他們的這個欠條就清零了。那他清零完之後怎么辦呢？他自己也要破產。哎，你扛得住的你就扛唄，扛不住的你就破產。所以这个对吧？你看一環一環往下來傳導啊，早破產，早重新開始，要不然誰都動不了，對不對？要不然誰都說，哎，你說我欠你的錢，那我還說張三欠我的錢呢，張三說我欠你的錢呢，那恆大還欠我的錢呢。你看你倒來倒去倒恆大那兒去了，早破產清算啊，早安定，對吧？早開始新的生活。關於這個破產呢，你看今天啊，中國房地產報有一篇報道，說安徽房企一哥破產重整，100億地王成致命一擊。安徽的地產一哥是誰啊？昔日百強房企安徽房企一哥文一地產系，如今也走到了破產重整的地步。它是重整啊，它不是清算。重整是什麼意思？剛才說了，大股東換，對不對？大股東變小股東，大股東或者是清理出局，你是玩砸了，對不對？你走吧，剩下的換人。8月13號，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連續發布5份公告，宣告安徽省濱州置業有限公司、安徽省文一投資控股集團、京站高新置業有限公司、安徽市姚海區文一地產有限公司，這就是整體破產了啊，合併破產。安徽合肥文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合肥文一地產有限公司文一系進入破產重整程序。而早在8月10號，法院就已受理其中4家企業的重整申請。曾經穩坐安徽本地房企頭把交椅、躋身全國100強的文一地產，以這樣的方式重回業界視野，不免令人唏噓。對於很多安徽人而言，文一的名號並不陌生。深耕合肥數十載，文一早已不是簡單的房企名稱，更是合肥樓市參與者和見證者的象徵。從踩着城市發展紅利飛速崛起，到如今跌落谷底，走入司法程序，文一地產的沉浮軌跡，恰是民營地產行業跌宕10年的真實縮影。這個文章說重整前景尚未明朗，如果重整失敗的話，那就是叫破產清算。能不能重整成功不好說就是有沒有人拿着錢過來救，有沒有人拿着錢過來接這個爛攤子這個不好說近年來，房地產企業通過破產重整化解風險漸成常態。據最高人民法院通報，僅2025年，全國法院受理破產案件3.7萬件，累計化解債務約4萬億，其中不乏成功樣本，也有失敗的教訓。典型案例中，金科股份是迄今國內債務規模最大的上市房企重整案，被譽為房企司法重整第一股。2023年7月啟動，2024年4月法院受理，2025年12月重整計劃執行完畢。2026年7月摘帽，金科股份成功化解債務，完成31.7萬套房屋交付，業務轉型為科技驅動型不動產綜合運營商。同樣成功案例還有新華聯，通過引入19.28億元投資，快速完成文旅加地產重整。而信地產和財信集團的重整，則提供了反面教訓。由於2024年申請預重整，但重整計劃草案遲遲未通過，
最終重整投資人解除協議。2020年7月，法院裁定終止重整，宣告破產。此外，華夏幸福、迪馬股份仍處於債務重整或重組過程中。針對此次文一地產進入破產程序，有業內人士認為參考行業內案例可以看出，這些房企能否成功重整，往往取決於資產質量、投資引入、債務結構、政府協同等多重因素，挑戰與機遇並存，但整體難度較大。該人士認為文一真實負債情況尚不明朗，能否找到白衣騎士接盤，重整方案能否獲得債權人通過，都是關鍵未知數。總體而言文一地產重整前景目前仍具高度不確定性，而將於2020年10月14日召開的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將是一個關鍵節點。屆時文一地產的債務規模和各方態度都將出現端倪。重整主要看它有沒有重整價值。金科股份重整是因為它是上市公司它有一個壳，它有一個資本運作平台，对吧？那還有重整價值，把扣了，对吧？它这個上市主體地位得到延續。如果這個我不知道文一是不是上市公司它也不是上市公司，它沒有殼，那重整它有什麼意義呢？清算也挺好。我們再看2020年1月到7月，全國宅地出讓金排名前20的城市占全國比重達到 62%。2025年全年提升10個百分點，市場熱度高度集中於核心城市、核心片區，也就是全國宅地出讓金集中度提升。儘管民營房企市場參與度明顯提升，形成了聚焦核心、擇優入局的布局邏輯，但其拿地總規模對比歷史同期仍處低位，民企投資力度持續放大，高度取決於商品房銷售端能否真正企穩，市場信心進一步鞏固。目前央國企仍是土地市場拿地主力，持續發揮壓艙石作用。在2020年1月至7月房企權益拿地榜單前10位中，僅有濱江集團一家民企，11至20位新增大華集团、邦泰集团、偉星房產3家民企。民企拿地梯隊持續擴容，但整體佔比依然有限。這裡面說兩個事一個就是說全國宅地出讓金集中度提升。2025年的時候前20城市佔比只有 50%。今年1到7月前20城市佔比就達到 62%， 是不是就是你這是什麼背景之下呢？咱們賣地收入是2位數下滑，整個盤子在下滑，然後呢這個賣地還在向那個20個城市集中，那就反過來就說明剩下的那些城市那不就是極度萎縮嗎？就那地就賣不掉明白什麼意思嗎？就是你现在這個整個大盤子 20% 的下降，然後完了就那麼點地，賣地收入還在那些大城市手上，那這不就說明了那些很多3線、4線城市，很多省會城市，那根本一塊地都賣不掉就賣地收入就接近於零了。這說明什麼？說明對吧？很多地方財政恐怕是鍋都揭不開了，非常嚴重這是第一個通過這個全國宅地出讓金集中度提高，就說明這個問題。第二個呢，什麼民企拿地？你現在看看拿地誰拿？都是央企，都是招商地產，是吧？什麼招商蛇口，什麼建發，對吧？就是這些人拿地，拿了地之後樂极生悲，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吧？最近比较熱的、比较火的杭州這個一個酒局那就是這幫人去搞地王，對吧？炒地王60億拿一塊地，樓面價的5、6萬，拿了地之後，你看擺明的叫賺錢，然後就開始慶功，對吧？慶功，然後就整出這事兒，你這就說明你看這就是哪有民企敢去拿地，都是國企央企我們再看這新聞是第一太平戴維斯說香港樓市呈現選擇性復甦，商業物業仍在調整，這什麼意思選擇性復甦。報告指出，香港住宅受內地買家支撐，保持韌性，商業物業價格仍處於調整週期，
甲級寫字樓較高位下跌近49%，核心商鋪價格較高點下跌65%。二季度香港甲级寫字樓空置率環比回落0.4個百分點至14.8%，優質核心物業率先企穩，非優質物業承壓明顯，市場分化加劇。這個說明什麼呢？說明香港的什麼住宅樓市復甦，這個都是叫暫時性的它的復甦是因為外部環境，比如說內地很多人跑去買房，但是内地人買房的不能源源不斷吧，一直買吧，它這是一個浪潮，对吧？一波買完了就後面慢慢的就没了。内地畢竟沒有那麼多富豪一直去買，對不對？恰恰說明香港的樓市住宅穩住了，不是它內生性的，也就是不是說香港的經濟好了。那香港的经济呢，還是要看它的比如它的商鋪能不能租出去，它的这個寫字樓是不是坐滿了人。寫字樓坐滿了人，那就說明香港人他的工作也好找，工資也會高，那他們自己就能買得起房，對吧？不是靠外部輸血，靠你別的地方人跑來買房，把房子買起來，是吧？那香港現在是靠外地人跑來買房，把價格穩住了，漲了。這個什麼原因我們以前說過了，對不对？那就是靠這個港交所港股上市很多人套現以後对吧？拿着錢就去買房。當然還有很多，對吧？什麼叫高材生叫什麼，反正就是內地很多人把戶口搞到香港，你得在那買房。但是這種是外部，這叫輸血，是不是外源性的？你這個是有天花板的，它不是內生性的，它不是香港自己經濟好了，对吧？經濟好了，那它房價肯定會往上走只能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再看看這個瑞銀對中國樓市的一個最新的一個觀點但是這個觀點最主要是公積金這一塊。瑞銀它的結論他說11萬億公積金池子，資金充裕，過去幾年利率調整顯滯後商業房貸，公積金降息是重要的潛在政策工具。租金收益率是當前房價的核心錨，公積金降息有望讓2、3線城市房產實現持有正收益，減少二手房拋盤，緩解價格下行壓力，但對1線城市效果有限。也就是這個瑞銀他認為這公積金的這個利息下調的話，那麼對2、3線城市就是好事了。那樣的話，你貸款公積金買房，買了房讓出租之後，你那個租售比就能算得過來。第三個他說市場已出現分化，1線城市二手房成交回暖，掛牌減少，價格率先企穩；2、3線城市仍面臨價格下行壓力權益市場層面，二手房中介平台收益最直接，其次是深耕1、2線的優質房企業。這是瑞银的觀點瑞銀的觀點怎麼說呢？首先他說1線城市二手房成交回暖，掛牌減少，價格率先企穩，這個說法不對就是他可以說1線城市二手房成交回暖，這個可以勉強這麼說吧，掛牌減少也可以勉強這麼說，但是說價格率先企穩，這個就顯然要打個大大的問號。1線城市價格根本就沒有企穩你要說企穩，上海有可能，但是上海它報道出来統計局給的數字好像是二手房環比不跌了，但是具體的個例就是你要賣房子10有8九是要跌的你那掛牌價賣不掉，你必須要给人让價，對吧？以降價促銷，那只能是這樣，對吧？要不然你自己賣就知道了，你那個掛牌價的價格肯定是人家要往下滑了的，是要降價的你比如說以廣州為例吧，廣州根據貝殼網成交數據番禺我網紅盤叫萬科歐博，這是個網紅盤呢，很火成交一套建築面積94平的兩房，成交單價1.9萬元一平米這是廣州廣州萬科只有1.9萬一平米，創該盤歷史新低。珠江新城板塊南國花園一套建築面積109平米的3房，單價5.5萬元每平米成交，這個都是創這個樓盤這個項目的新低，就是價格不停的在走低。這是廣州，這不是1線城市嗎？
廣州二手房成交放量和二手房價格持續下跌形成鮮明對照，說明市場仍然處於以價換量的階段。好的一方面是市場還有強勁的需求，只要價格合適，依然不缺購買力，展現了廣州強勁的住房需求和消費支撐力。不好的方面說明樓市尤其是二手房的價格似乎遠遠沒有見底，這既是市場沒有由弱轉強的標誌，也是新房高使用率對舊房低使用率的持續衝擊，就是四代住宅對二手房的衝擊所以說你看廣州二手房房價也根本沒有見底，上海呢其實一樣那北京的二手房房價是在降的，深圳呢我看也差不多。所以说你这成交量是在逐步增加，对吧？有所改善，但是價格是在降的，所以说基本上都是以价换量。你要说價格穩住了，那還早着呢，只能说明刚需房還是有的，对不对？有人就要結婚，有人就要買房子，没有办法。第二个呢，这个瑞银他说什么2、3線城市，这个租售比较合適了，這真不着調大家千萬不要被這些外資機構帶偏了。就北京的房子都不好出租對吧？最近我看到很多文章，北京的房子都不太好出租了。但是你那個地段好的不出租比如有很多地鐵邊上或什麼地段稍微好的它是不出租，但是那不能說所有的地方的地段好有一些地段不是特別好的，那房子真的是租不掉。就北京都這樣，對吧？你要想租你就得降價。那你說2、3線、3、4線城市，那房子根本租不掉你比如說鄭州大量的房子是空着的，是不是？租給誰我住的這個安慶市，那你一到晚上好多地方都黑燈瞎火的，整個小區就那麼幾盞燈亮着的，你租給誰準備？所以說這個公積金的貸款的利息一降2、3線城市就復甦，就大家就會去買房，然後買房出租租給誰所以這個完全不了解中國情況剛才說到合肥合肥就是2線城市。今天晚上一個熱搜叫用光所有積蓄買房，結果虧了快100萬，講的是個合肥的一個脫口秀演員，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看的不多。他說他在他那個脫口秀段子裡面說的，他說他省吃儉用，到2022年好和他家裡人勒緊褲腰帶，就把所有的積蓄拿出來買了一套房，結果那房子說現在已經賠了100萬了，他還說他還有貸款30萬，大概這麼一個段子平日裡生活處處精打細算，前幾年家裡傾盡全部積蓄幫他在合肥購置房產，如今這套房子已經虧了快100萬，他身上還背負着30萬的房貸，然後這個上了熱搜嘛，那所以說討論人就比較多，對吧？像這種情況不是比比皆是嗎？你21年、22年買房，尤其22年買房，對吧？哪來的自信那時候恆大都已經爆雷了，融創也爆雷，碧桂園也爆雷，那這些房企巨頭都在爆雷，你還去買房，賠100萬也很正常。所以網友說這哪裡是段子，這是無數人的真實寫照還有人說就你這個算啥呀？你來杭州，我不僅虧了100萬，我還倒欠銀行130萬。也就是房子賣掉了，他還欠銀行130萬，這不是虧的事這前半生白忙，對吧？首付什麼都沒了，還了按揭也還完了，也白還了最後一斷供，房子一拍賣，房子沒了，然後你還欠銀行130萬，這才是對吧？真實寫照。而這樣的人現在是越來越多，他們都是在實際上2018年買房的都這樣，也不要說2022年了。他們現在只要收入一斷只要一被裁掉，只要找不到工作，他那個房貸他就還不起，房貸一還不起，對吧？接下來就是這個命運。所以說失去了穩定的收入，那是最可怕的。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